2021台湾国际人权影展对1个月开始啊，帝国大界的这个影展主题包括着环境、民主、教育三大方面。除了有14出的电影要来放送以外，嘛开放各地头店家来合作电影放送活动，让民众会当伫每一角事关怀着人权的议题。انه اليوم في خطاب وراح يعلن راح يتطرق لهذا الموضوع. راح يعلن ايش؟ القدس عاصمة إسرائيل ونقل السفارة. 2018年，美国总统川普的声明，和当时的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搁再发生冲突。巴勒斯坦拉马拉市的市长虽讲办事紧张，也是拍拼做好市长的工作。这是2021台湾国际人权雅典的餐厅电影市长先生的完美晋级。巴勒斯坦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在国际上是具有一个像以色列一样，有影响力的一个地位。一位市长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个很琐碎日常行政官僚的这个体系当中，如何去体现一个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尊严。以这2年的疫情做主题，向后疫情失控之出，记录巴西 COVID-19 疫情爆发迄当中，中央政府无负责任甲暗藏事实。2021台湾国际人权雅典有14出国外作品参展，为环境、民主、教育来讨论生活当中的人权价值。然后透过线上影展，我们可以很贴近了，你可以在个人装置就可以探触到这些议题，然后透过聚落放映，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就看到这些片，维持公开性之外，还希望可以发展在地性。2021台湾国际人权雅典10月22到31，会使透过线顶的平台来收看。另外，阁有专题串联放映的活动，专题有34个提出申请的单位，为10月15到11月30。互民众会当伫册店、咖啡厅、学校等等做伙看电影，为生活当中开始关心人权。记者郭冠兆随台北报道。